大家好，相信呢喺一個唔舒服嘅環境裏邊呢，我哋想快啲脫困呢，呢一個都係人之常情。喺一啲嘅挑戰裏邊，喺一啲人生嘅黑暗裏邊呢，我哋會好想去謀求出路，去快啲離開呢個黑暗。你會唔會覺得呢，自己點火照明，好似係一個唯一嘅辦法呢？但如果神想你喺黑暗裏邊去等待，想你喺黑暗裏邊有學習嘅時候，你願唔願意停一停呢？今日呢，我哋會一齊睇以賽亞書嘅經文，睇下點樣喺生活裏邊去實踐信仰，喺生活裏邊去遇見神。大家好，我係 Shipman。我覺得能夠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嘅，先至能夠叫信仰。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分享基督教資源嘅頻道，希望讓到大家喺繁忙嘅生活裏邊，能夠得着信仰嘅啟發，將信仰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，從而做到生命中遇見神。喺呢個全新嘅系列裏邊，我哋會透過荒漠甘泉作為藍本，引導大家喺短短嘅時間裏邊有一啲安靜靈修嘅時間，盼望藉着少少嘅時間，可以同大家一齊默想聖經，生命被神改變，最後喺生命中遇見神。今日會睇嘅經文係以賽亞書50章11節：凡你們點火，用火把圍繞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們的火焰裏，並你們所點的火把中。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們必闖在悲慘之中。呢一段經文呢，係神藉着以賽亞先知嚟到去警告當時嘅人。佢呢講到當時嘅人呢，佢好似喺人生嘅黑暗裏邊，但係佢哋仍然選擇唔相信神，反而呢為自己去揾方法嚟到去救自己，就好似嚟到去點火圍繞自己咁樣。表面上邊好似有光，但係最後只會悲慘收場。喺信仰裏邊，如果我哋都同樣嚟到去為自己不斷去謀求唔同嘅方法，謀求唔同嘅出路，行喺自己嘅心意裏邊嘅時候，可能最後我哋都同呢一段經文一樣，唯有我哋喺生活裏邊，我哋去學習交託，等候神嘅拯救，我哋先至能夠喺生命裏邊去遇見神嘅同在。你有冇試過喺難處裏邊為自己點火？荒漠甘泉話呢，我哋喺試煉裏邊呢，好容易唔耐煩，想靠自己嘅方法去揾出路。我哋會去問朋友嘅意見，我哋會自己不斷嚟到去亂諗一通。我哋揾好多嘅方法，希望呢可以脫離呢一個嘅黑暗。但係呢一啲都係自己點嘅火，有時可能令到結局，令到我哋更加混亂，更加喺黑暗嘅裏邊。真正嘅信仰要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，第一件事就係要學會等候神。哪怕喺黑暗裏邊，我哋都相信佢有佢嘅計劃。文章仲話喺黑暗裏邊與神同行，強如喺光明裏邊單獨行走。聖經詩篇23篇都講過，雖然行過死蔭嘅幽谷，但神都會同我哋同在。我哋真正經歷神嘅同在，唔在乎我哋嘅環境，而係在乎我哋願唔願意交託喺生命裏邊去遇見神嘅平安。你今日有冇一件事係你不斷唔願意放低，不斷縈繞喺你心裏邊，不斷嚟到去吸取你嘅想象力、你嘅時間、你嘅資源？你會唔會試下放手，交俾神帶領？可能會有唔同。我自己呢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呢，要經歷自己嘅工作夥伴要嚟到離開嗰個時候呢，差唔多有半年多嘅時間呢，我要自己一個嚟到去做嘢。初頭呢，我都覺得好大壓力啊，唞唔過氣，甚至乎呢側邊嘅人呢都睇到啊，覺得我差唔多挨唔住，覺得我呢差唔多都要嚟到去離開。我呢喺當中呢都曾經掙扎過去問神，點解要俾我自己一個喺呢一度嚟嘅工作？甚至乎呢，我都曾經抱怨過神，點解唔為我去預備一個工作嘅夥伴？點解要我自己一個喺度做？慢慢呢去到後嚟呢，
好似預示到有一個好合適嘅人選啊。我心裏邊咧都覺得啊，佢應該都係我嘅工作夥伴，應該咧都係我嘅出路啊！我咧好想佢成為我嘅工作夥伴，好想咧佢嚟到去成為我哋呢一度一份子。不過咧等咗好耐都冇回音，喺嗰個時候咧我自己都覺得有啲不知所措。明明自己眼見好似呢個計劃咧都係好順利啊，同佢合作應該會好好，應該咧會好暢順啊，佢亦都好理所當然應該會同我一齊嚟到去夥拍。不過咧突然間佢就冇回音，我一時咧都覺得不知所措，我都唔知應該向神求啲乜嘢。但喺呢一刻咧，神竟然喺我冇辦法去想象嘅情況底下咧，為我去預備咗另外一個嘅工作夥伴。我完全冇諗過神會咁樣嚟到去成就，因為呢件事咧基本上係冇可能發生嘅事情，我都唔知道點解會咁樣去發生。神嘅計劃完全超出咗我嘅想象，亦都唔喺我嘅計劃之內。但係喺呢一刻，當我去回顧翻嘅時候，我見到神嘅計劃，同時我亦都見到神藉住呢一個嘅時間，讓自己嚟去成長，係好似係超出咗我嘅計劃，好似係冇辦法想象咁樣。但係神卻係俾我喺呢一段嘅時間裏邊，佢去訓練我成為一個能夠獨自處理問題嘅人。佢讓我喺裏邊慢慢嚟到去改變，慢慢經歷佢對我嘅無助。所以有時喺黑暗裏邊呢，我哋最重要或者最先，我哋唔係去希望或者揾方法去離開呢個黑暗，或者走出呢種困局。反而喺黑暗裏邊，我哋需要去訓練我哋對神嘅信心同埋忍耐。我哋喺裏邊去察驗上帝對我哋心意同埋計劃。究竟神要我喺呢一刻學習啲乜嘢？或許有時我哋眼睛未必能夠見得到神嘅計劃，但係我哋深相信神必然有佢嘅計劃。唔知你今日喺一個乜嘢嘅環境裏邊呢？你喺唔喺黑暗裏邊呢？上帝對你又有啲乜嘢嘅心意？我哋一齊嚟去祈禱啊！差主，多謝你，你提醒我哋，就算我哋喺黑暗裏邊，你仍然與我哋同在。上帝，你有你嘅計劃，你要我哋喺唔同嘅環境裏邊有唔同嘅學習。神啊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因為我哋有一個傾向要脫離痛苦，我哋有個傾向要脫離試煉。但係神，我哋又知道，如果唔經歷試煉，我哋唔能夠信心嚟到去成長，我哋唔能夠喺屬靈嘅裏邊去得着好處。神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加力俾我哋，讓我哋喺黑暗裏邊仍然能夠對你存着信心同埋盼望，以致我哋可以活出神你嘅樣式。求主繼續幫助帶領我哋，都係主聽我嘅祈禱，係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今日嘅內容去到呢一度，鼓勵你喺結束之後仍然可以有一啲時間去默想頭先嘅內容，有個人同神祈禱親近嘅時間啦。